那么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观看的上师、善知识，还有僧伽大众们，还有在世界各地的法友们。那首先问候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大家好。我们这堂课中间时间做了蛮多次的调整，那么希望在后面这几堂课可以讲完。在讲课之前，我想先说一下两点。第一点，也就是护主创古仁波切，现在这个在医院当中啊，这个就不多说，就是病情稍微有些危急。那么这几天当中，那壮古寺还有各个寺院的所有的僧众都经历的不停的在这个修法。那么我今天也特别做了这样的修持，做回向。那同时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这个回向了，祈愿这个仁波切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健康。我想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所以请大家这样子一起的祈愿。那么第二点我想要说的是，也就是护主创古仁波切可以说突然的这样子的生病了。相信大家心中尤其感受到这些我们的上师们实现出这样子的生老病死等等。事实上，一位主古化身是不是能够住世，其实也在于我们弟子有没有福报。一般我们说一个人要能够，一般人要住世，那么如果他这种福，就算一般的人要能够跟其他的人能够长久的在一起，那也必须要相同的一些业力善业力。那更不用说是这样一位具德的上师，我们想要这样的上师能够长寿住世，我们更是需要大量的培养我们自身的福德，那么才有可能祈求这样子相等同的，能够这样子一位
具德的上师能够祈求上他长寿住世。所以透过这一次仁波切的这样的一个视线，那么我也有一个想法，那么也就是今年我们的护主这个慈氏大慈度仁波切，还有这个国师迦禅仁波切，他们2位也都这个70大寿了，70岁了。当然各自的这个拉布朗还有各自的寺院都有举行各自的一些这个活动庆典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体冈仓噶举海内外所有的寺院也应该要为了代表我们对于2位仁波切的感恩，也应该要向他们2位做这个献供那这是我的一个感受。那这是我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想法，但是具体要怎么执行还没有很清楚的想法。因为首先要有很清楚的这个日期时间，比如说也可以是在天降日的时候，那么可以透过了这个网络，或者是透过了祈愿法会的时候，但祈愿法会是什么时候还不确定。但如果祈愿法会不在今年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还有要确定的是在哪里举行，还有献供的方式是什么，都还要再做讨论。但是我还是想先把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想法先跟各位说一下，尤其在座的是有这么多的上师善知识僧众们，相信各位也都有很好的这样的想法如果有的话也请分享出来。那这就是我想说的以上这2点。那么上一堂课当中讲到了《妙行解脱传》的第32个颂文，以前信力自利利他之法。当时讲到桑杰巴珠的注解，但有一些部分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想把它这个讲完。但是为了让大家复习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第32个颂文。这是根本可依之上师，却为三宝之体性，因我声明其具备三身五智之故，而有于我身静观之人，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上一堂课当中大概有讲到过，那么这堂课也会再谈到一些，就是法王米觉多杰是对于他的上师的前信力相关的一些内容。在讲完了这些内容之后，会要再讲一下桑杰拈巴的一个银质的身像叫做帕纳玛，就是虚空尊。接着我想再简单介绍一下4座上师相应法。那么在后天的课程我想简略的讲一下伽玛巴的这个黑宝丸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再讲解33、34个颂文等等。
那么桑杰巴珠的注解当中啊，有提到一些内容啊。那么其中提到有些人说呢，当时很多人说，那么那些很多人在米觉多杰身边久了，他们说自己做了很多禅修学习，但是这些人呢，别说是想到来世了，他们在今生呢是连一点羞耻之心是都没有的，可以说是把佛教和这个噶玛噶举，就是把噶玛巴的传承这样的脸哦都丢光了。那么法王米值多杰的身边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有好的这些学生、好的弟子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些人接着说，那都是因为这个噶玛巴都对这些弟子们太好了，就是当他的弟子们犯错的时候，他都不会责骂他们，也不会这个惩罚他们，甚至呢还赏赐他们，给予他们很多东西，还有给予他们很多的这种名分啊、地位等等的。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些身边的人是被法王可以说是惯坏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人说，总结就说，所以总之呢，法王身边的这些人呢，全部呢都是这些很坏的人，都是可以说恶毒的人，很坏的人，没有一个是这个如法的这个弟子，就是绝对不会有一个这个如法的弟子。就说，所以法王身边绝对都是恶毒的人，不会有一个如法的弟子。那桑杰巴珠呢？他其实也是法王米觉多杰的侍者。那你会看到，他也其实是一个这个直话直说的人。所以接着他就说，那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就说，桑杰巴珠就说，法王米觉多杰身边的这些人，或者说他身边的侍者，他的弟子，这些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并不是法王米值多杰的问题，不是法王米值多杰造成的，因为法王米值多杰并没有不教导他们佛法，也并不是没有告诉他们要止恶行善等等，或者没有不告诉他们因果。但是桑杰巴珠就说，法王就算给他们再好的这个上妙的这个法位哦，就是佛法甘露，但是他们却呢一点都没有兴趣。所以就算是再殊胜的、再好的这些佛法，放在他们的面前，给予他们，他们是一点欢喜心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只喜欢的就是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吧。所以就像是这个猪狗喜欢粪便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天人的这些甘露哦，他们是完全不喜欢的。当然这个比喻是过去可以说是藏族文化里面的一个比喻哦。但现在来说现在要喂狗啊、喂猫啊，那个喂的食物可贵了，可不像以前。但总之这个比喻就是在说，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喜欢吃那个东西他不觉得那个是有味道的东西，你再怎么给他，他都不会想要去吃的。所以法王米值多杰身边的那些弟子、那些人，其实
都一直被法王米支多杰给予很多的佛法，这些上妙的佛法法位，但是他们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么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颠倒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将轮回的痛苦视为快乐，然后将各种的这些或者说将各种这种如同毒药和火库这种妙玉把它视为了甘露，还有跟天人的宫殿一样，所以他们完全是颠倒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这些弟子他身边这些人，其实过去生当中是他们会有这样的业力，会有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过去生当中也曾经对像是法王这样的圣者升起过邪见，所以他们直接的这个异熟果就是投身到恶道受苦。但是等流果是什么呢？也就是导致了他们现在这种行为，那就是过去生延续下来的这种去行持不善的这种习气就导致了他们今生的这种行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人还是有疑问，他们会问说，那这些人是如此的颠倒，是如此造恶的这些人，那为什么法王米支多杰还是要对他们这么慈悲呢？因为对于这样的恶人，如果对他们还这么慈悲的话，不是会让他们更造恶吗？如果有人这样问的话，那桑杰巴珠就说了，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是因为你们因为嫉妒而问的话，那另当别论，那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因为你在米支多杰的身边可能得不到这些荣华富贵，所以你看到那些人在法王的身边得到了这些好处，这些荣华富贵，你升起嫉妒，如果你是因为这样而有这样的疑问的话，那也没什么好回答你了。但是我们再看法王米支多杰对于这些人的慈悲跟照顾他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些身边的这些很多的这些人，他们本来只想要得到的就是今生的荣华富贵，所以对于这些只想要得到今生荣华富贵的人而言，这是他唯一可以和他们结缘，然后把他们带在身边，可以说帮助他们解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法王米支多杰就是透过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些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这些东西，把他们带在身边，跟他们结缘，而帮助他们这个解脱。这是桑杰巴珠他是这么理解跟这么认为的。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些人呢，现在他们想要的就只是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现在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可以把他们带在身边的方法，帮助到他们的方法。就是现在来说，没有其他任何帮助他们解脱的方式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那些人呢，
他们之所以可以在法王的身边，米居多杰身边享受到这些荣华富贵，也是因为各自过去生的这个业果，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法王米居多杰不能说啊，你不能够再待在我身边，他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因为这是他们过去的福报嘛，所以有得到这些东西。这就有点像是佛陀，他知道过去优陀阎王啊，他即将到的那个地方会让他遭遇到这个命难哦，但是佛陀也没有阻止他，而是反而跟这个大王说：“大王啊，自己的业自己要承受。”所以就像是这样的比喻，或者这样的一个公案故事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说，因为这些人他们过去生就造作了这样子，在法王身边有这样子可以说领受这些荣华富贵的业，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那这里有一个故事哦，可能过去讲过，简略再说一次。我不确定哦，是哪一世噶玛巴的时候，那当时他有一个侍者，那个侍者平常常会可以说在法王的身边，来到法王的身边，而且呢也做很多的这些供养。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请示法王，就有很多人对法王做供养。那总之这个侍者也常常在法王身边。那有一天这个侍者他总之看到，他就跟法王说：“今天呢，你可不可以把今天所有人给你的这个供养呢，你就当成礼物给我，可以吗？”他就这样祈求。那法王就说：“哦，可以的，可以的。我今天别人给我任何供养，我这所有的供养，我今天我都会给你。”那么就说好是某一天吧，就是可能是法王就说好明天吧，或后天，总之就说了未来某一天得到的供养会给他。那么就在法王说的那一天，然后呢，他一早就开始等，哇，他就侍者嘛，就在旁边就等，看什么人会来，什么会做供养，所以呢就在旁边就开始等着。结果呢，那一天呢，他怎么等呢？就什么人都只没一个人来见法王。那天特别安静。那么到了很晚的时候，结果来了一个牧民，就牧区来的一个牧民。那总之呢，大概就带了这个酥油，然后就是用这个皮带哦，就是羊皮带哦，包着一小袋的这个酥油就带来了，就供养了。那一整天就这样子，其他什么供养都没有，大概就是。所以那一天就只有这样一个牧民供养法王这样的一袋酥油。所以这个侍者呢，就跟他所想的实在有很大的落差嘛。因为平常供养的人见的人非常多，供养的非常多，他就很失望。但总之他那么大抱着那么大的期待希望，最后却只得到的就是这样一袋酥油。那么这时候法王就跟他说，那你大概就是只累积了能够得到一袋酥油的福吧，所以业力吧，所以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同样这个故事你看也呼应到这里讲的内容哦。所以就是其实身边的人他各自也有各自的这些业力，所以如果过去他们有这样的福报，或者有这样的我们说这种业力好的福报的话，
那法王也没有办法阻止，他说：“哦，你不可以有这样的这种福报或者这样的业果，是也没办法阻止他的，所以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接着桑杰巴珠接着说，他说：“其实哦，说实在的，这个其实现在的人哦，很多这些佛弟子们哦，他们对于这个法王米之多劫的所谓的清净的功德哦，就这些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啊，他们其实并不觉得这些很重要，他们也没什么吸引力哦，就是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只是靠着这个法王啊，沾些光，然后抬高身份，抬高自己的身份啊，掌握更多的权利啊，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这里说吸引更多的出家人，或者吸引更多的徒众啊，然后甚至懂得能够招到更多的财呀，然后降服更多的魔啊，懂得如何做到这些招财除魔的事。而且呢，靠着这个法王呢，能够装成我是一个好人，甚至装成上师的这样的样子。就算吧，做了一些学习啊，学习经典等等，或者这些，但也不是真的这个在学习，或者说到了各处去募款吧。也都只是这个过日子打发时间而已。所以这些人想做的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过日子，然后沾些光哦，然后为了自己，他们其实并不真的想要，他们并没有看到真的上师法王米之多劫清净功德，或者说想要得到那样的清净的功德。所以其实他们想到的都是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好处，比如说这里说沾些光，能够抬高身份啊，变得更有权势权力。那现在来讲，可能就变得更，总之更有钱啊，更有权啊，等等的。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亲近这样一位亲近的像法王米之多劫这样一位善知识的时候，身为弟子的我们应该要很亲近的做这样子的，比如说3种欢喜的，让上师欢喜的陈示他们的事情，然后好好的修持但是这些我们什么都没做，然后不该做的任何这些邪命的事情全都做了，全都做尽。所以这也没什么好难过的，这也没什么好同情的。所以真正这个可悲的地方是什么呢？真正同情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造恶的人呢，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觉得什么呢？反而他们不只觉得自己没错，反而觉得自己很对，很厉害，我很善良，甚至很有出离心这个要禅修要修行，没有人比我修得更好，甚至觉得要承事上师我是最用心的，我呢供养上师是最多的，我的信心呢是最足的，等等。总之就是所有人当中自己是最对的，是最厉害的，等等，最善良的，修行最好，
成事最用心，供养最多，信心最足，就是我。可以说这些人很充满了一种傲慢，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吧，这种傲慢。所以他们就觉得，那我享受法王米觉多杰的东西，这就理所当然啊。他们也觉得，那要接受施主的信施，那也当然很合理啊，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我自己很对嘛，我很厉害，等等等等，我修行很好，所以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事实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有错的，所以对于这样子可以说自欺的这种人呐，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错的人，然后这种自我感觉很良好，觉得自己很对的这种人，实在想想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救他们了，可以帮他们了，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救他们了，这没有方法可以救这种人了。但是呢，他看到历史上给米给不是那样多，所以呢，所以法王身边的人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有的这个福德比较大，有的福德比较小等等哦，什么样的人都有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个所有法王米之多杰身边的人或者他关心的人哦，都是不如法的人，不能够这样子一概而论。但也有可能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哦，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他自己哦，从法王的身上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譬如说像是对于今生的一些好处啊、荣华富贵啊等等，无论是这些世间的好处，或者是甚至是像他们想要得到佛法的东西，总之他们没有得到，所以他们心有不满哦，而说出这样的话哦，法王身边的人都是不如法的人。所以至于说法王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这些人到底如不如法哦，其实真的是要过很长的时间，之后，可能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情况是什么。换句话说，可能这是要有时间来证明的。不要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马上就下这个一种判断。我就说这个法王米之多杰身边的人，或者他那些关心的人，他挂心的人等等都是这个不如法的人不要这样子不可以不应该这样子去一概而论的说。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就是也有谈到说，很多法王米之多杰身边的就是法王米之多杰呢，他因为自己对于他的上师桑杰涅巴有很强烈的虔信之心，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一种加持力吧，让他的弟子们只要听到了法王米之多杰的不管是讲课，看到他也好，也都能够升起虔信之心，也能够升起静观。所以当时法王米之多杰就解释说，最主要我的弟子能够对我升起信心静观，就是因为他自己法王米之多杰对于他的上师桑杰涅巴有信心有静观而致的。
换句话说，他会说，大家会有这样的潜性静观哦，可以说都是因为上师的这种加持的。所以接着这上堂课讲到的，所以接着我想简单说明一下，当时他的弟子对于法弥支多杰那些有潜性的弟子，他升起了一些怎么样的静观哦。当然也没办法全说，这里简单的提一些记载到的一些内容，譬如说他们是见到法王是法弥支多杰哦，是佛陀，是阿弥陀佛，是弥勒、文殊，或者是观音、胜乐、喜金刚、密集金刚、金刚萨埵、金刚亥母，也见到他是像妙音天女马头明王、这个马哈嘎拉等等。总之，这种我们叫文武尊、极尽尊愤怒的这种无量的这种佛菩萨，都示现了，都弟子们都见到这样的境观。同时，他们也见到法王呢，就是杜松前巴，也见到他是伽玛巴西等等，就是过去历代的伽玛巴，也在法弥支多杰身上看到。也同时，他们静观看到法弥支多杰是过去的印度的大成就者，像是萨拉哈、比瓦巴、蒂洛巴、那洛巴等等。或者有时候他们一见到法弥支多杰，见到的是什么呢？是见到他的周围全部都是这个坛城，然后都充满了本尊的佛菩萨的坛城，而他是整个坛城的主尊。或者也有人见到法王弥支多杰的时候呢，见到他是法王呢是穿戴着黑宝冠，然后是遍满虚空都是法王弥支多杰。或者见到他呢是刹那间能够变换出无量的这个化身，前往无量的净土，然后同时示现12项这种成道哦。或者他们看到法王弥支多杰这个一眨眼间啊，他就能够往返这个兜率天，然后供养这个天人，或者为天人说法等等。或者他穿着这样的黄色的这样的锦衣哦，在游行空中散发着这样万丈的光芒等等。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都会见到的共同的，不是一个两个，就很多人都会见到的有一个共同的境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看到法王弥支多杰的身体呢放射出白色的光芒，然后他的头发呢是蓝黑色的，然后他眉间有白毫放出白光，然后从他们各自的眉间融入到他们全身之后呢，通体这个舒畅，非常的快乐，得到非常快乐的感觉。总之他们看到这个法王是现实各种不同的本尊然后穿戴各种不同的法器，然后从一个本尊变成更多的本尊，或者从各种不同的本尊又变回成一个本尊等等。所以这个三只八珠就做了一个结语，他说这些各种不同境观的这些说法，有些人他们说的的确是真的，但是有些人说的这些内容是真是假，值得怀疑。就算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最后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就菩提果位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任何人只要和佛菩萨结下了缘，最终呢都一定会得到有意义的善果的。
所以这是确切无疑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因为跟法王，总之见了法王，升起了近观，所以等于说结下了这善缘哦，所以他们总之一定会有这个得到有意义的善果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些近观是真是假，但无论如何，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也好，也就是说呢，桑吉巴珠认为哦，就是说他的弟子当中的确是有很多真的升起了清净的近观的。那这里我想可能大家休息20分钟。라수 다 샴리야 상계년 외기 군저 要讲一下桑杰涅巴的一个身相啊，叫做帕纳玛，就是叫虚空尊。那因为这一段是在讲说，透过具有前信心而自利利他，所以这些内容呢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那这个呢，就是2个照片。那一个呢是有披着这个法衣的，一个是没有披的，所以没有披法衣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它就是这个银质的身相。那么在第8、第9世法王的时候，当时呢，不只是有绘画这个佛像的人，而且呢，也有制作这个佛像的人。当时有一个人应该叫囊索 CJ。那么在第9世法王的时候，有一个叫伽玛仁谦，所以所以当时呢，他们的佛像制作的都是手艺，可以说工艺都是用银制作成银质的佛像。那总之，这个身像啊，或者说圣像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楚布寺可以说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所依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圣像。那么这一尊桑吉涅巴的这样一个身像呢，在最开始制作，还有在制作好之后，然后开光的时候，总之从开始到开光的时候，都发生了非常多殊胜的一些事情。那这些相关的记载出自哪里呢？主要就是出自于这个法王密支多杰的教言集当中，这有一篇就叫做至尊桑杰年巴圣像开光时，师徒2人示现神通之秘传，这样一篇文章。所以里面就记载着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缘起还有如何制作这尊圣像，一直到它是怎么样开光的过程。另外在一个著作叫《贤者喜宴》当中，那么也有提到就是这一尊圣像的制作的一些缘起和过程。但是写的记载最清楚的呢，是在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密传当中提到的。
那这里是有一段颂文哦，那法王说先把这个颂文这个祭文先念过去。라마 신비 시에는 되게 고유구조 현실에도 런종을 개발 니버지 인들라라도 내가 차와니 탐지민주 깬데로마라 반데라면 옹구를 왕쇼 리코르디 닝고를 베디는 소 this 준주이 템버 셰기 셰 다게 뽑았겠네 주로 쇼 다 드레 송도아 다 되게 된다 도도点吧也된다 도도点那么这一段呢，他在讲的内容简略来说，就是说在藏历的这个鸡年，那这里的鸡年呢，就是这个西元1537年，当时第八世法王是31岁，那么也是桑杰年巴圆寂之后18年。那么在那一年的8月15日的晚上呢，法王米芝多杰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出现了一个少女，她穿着着红色丝绸的衣服，腰上呢还系着这个花蔓，然后她然后她吹着这个笛子，然后笛声中呢就发出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尼泊尔。”然后那里呢会有一个穿着身披着这个树叶的这个穿着树叶衣服的这样一个智慧空行母会摄受你。那梦醒之后哦，法王米芝多杰还持续呢听到这个空行母这种美妙的这个歌声。那么他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歌声呢，他当下就非常的思念这个上师，他的上师桑杰年巴。这时他就马上就修持这个上师相应法。这时候呢，他就升起了静观。那这时候并不是梦中，他已经醒来了，就是在修持上师相应法的时候，可以说就直接看到吧，就是他的一个静观。就他看见上师桑杰年巴呢，他的真身的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你要用珍宝塑造一尊我的塑像。”同时，开光的时候呢，要为具三昧耶的弟子给予上师成就法的灌顶，然后由衷的祈请。那到时呢，我就会显现。神通等等。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法王米芝多杰他就塑造了这样一尊这个银质的这个桑杰年巴的塑像。另外在包租拉成瓦的贤侄写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段很清楚的记载。里面简单的说，就是这尊桑杰年巴的身像呢，是用银子塑造的，高度呢是一个手肘这样的一个庄严的塑像。然后它的宝座呢是用各种金银珠宝装饰点缀着的。或者间接前沿的现在专业的或什么也不去什么的现在专大的时候多去。那么就像刚刚给你们看了那个佛像身像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这是他的脸上要涂色的，还有那个眼睛要画的，但是可以看到刚刚那两幅那两尊像的照片，它的画的并不是很好。总之呢，但是在贤者喜言当中就讲说，在当时呢，这是塑造是非常庄严的，那就像是静观中所实现的那个样子
다 될래야 아니 당기 탁베 나와라야 미기도 저 코랑 탁베 나와라 아니 상계년别个也就是在法王米芝多杰的静观当中啊，就出现了桑杰年把的告诉他说，然后邀请众多的这些成就者上师来开光，当时那个时候他就会实现神通等等。然后那时候开光的仪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师相应法。地点呢是在龙雪扎西堂这个地方。那开光的人呢，也不是随便的人，而是特别选出来的，是比丘、坤桑瓦、中巴瓦，还有强布比丘等等，有10多位，可以说是这个不退转的菩萨哦。可以说有这样子很大的证悟哦，得到了这样的成就的不退转菩萨，有10多位，然后一起就是修持这个上师相应法，大概修了7天之久。那在这段期间呢，他们应该是每天修4座法吧。那么就是在傍晚的那一座法呢，法王米芝多杰他也会来到这个现场，来到会场。所以总之都是这样子，7天的修持不断。那么就在修持的期间呢，就总之每一天呢，他们都出现了许多的静观，但是并没有不特别说哪一天出现了哪一个静观，但总之在这里就提到说，米芝多杰就见到一个静观，就说在南方的净土有一个叫宁波达巴的这样一个净土，大成就者桑杰年巴呢就在那边成佛，叫名号为饭床如来，并且呢在那边就为10亿的菩萨呢说法。所以同时呢，他就在这个桑杰年巴就是饭床如来佛前，还有对所有的周围的这些菩萨就陈列着如刹尘般无量的各种供品做供养。然后呢，这时候再次上师又化现为黑如嘎圣乐金刚这样赐予殊胜不变的智慧等等。总之有很多殊胜的这样子的，他见到很多这样殊胜的景观，不可思议的这种景观景象。所以当时呢，参与还有修持这个上师成就法的这些上师和修行者，他们呢也都升起了各种不同的这种修持的觉受和经验。而这些不同的这些经验静观总之呢，巴乌祖拉称瓦呢都将这些无量的他们的这些静观经验全部都如他们口述一般的如是记录下来，而且呢呈给法王米芝多杰过目。是平时呢，法王米芝多杰呢特别在为大部分的僧人尤其在个别像是为杨日瓦、苏日瓦，特别这些禅修者修行者传授6法的修持的时候，他会将学生3人分为一组进行不同内容的这个传授。因为像平常我们可能几百人上课，就可能就告诉他们一个观修的方式或者某一种禅修的方式。但是法王米芝多杰他的教授方式很特别，他会比如说3个学生一组，告诉他们一个这种修持方法。贤者喜言当中就这样记载，然后接着呢，这个当时包务仁波切呢，他就是可以说这个附诵师可以说就是这个
副讲师一样，附送师。所以因为呢，包仁波切是这个副讲师，主要教授的是法王密支多杰，所以包仁波切是副讲师嘛，所以他就会将当时学生们各自的修持之后的体会写在纸上，然后呈给法王过目。如果呢，有人看到这些学生们他们写所说的这些他们的静观或者他们的觉受经验，他们可能会认为过去的上师传记中的那些记载就像是儿戏一样，意思是说这些人修持得到的这种觉受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惊讶，都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让人惊讶。但是呢，这些总之被写下来呈给法王的这些他们的觉受跟经验呢，法王也担心会如果对那些不是法系的人说出这些内容让他们看到的话，会犯下这种向不是法器的人讲说秘密的这样的罪过。所以呢，他们全部的人呢，都将各自的功德可以说隐藏起来，都是这样子一个隐藏功德的一个修持人，所以他们不会对外展示说自己修持有多好，不会的。由于其实法王密支多杰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隐藏自己功德修行的一个人，而且他呢也担心这样子师徒的很多的修行会受到这种危害，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些内容跟别人讲或被别人看到的话，会障碍到这个师徒的这种修行的，会受到危害的。所以说呢，他就跟包仁波切说，把那些纸张全都装藏，不要流传到外面。因为如果这些纸张上记载下来的学生们他们的觉受跟经验真的被别人看到的话，别人会觉得说甚至可能会觉得过去那些很多修行者的觉受经验其实好像都像是变成像儿戏一样，就是他们的经验太殊胜了。所以总之贤者喜恩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所以上面这都是出自于一些密传中的记载了开光的这些内容，然后里面提到第八世法王，还有很多这些当时的这些大成就者修行者们，他们也升起了，就见到了很多的静观，比如说里面提到他们见到杜松前巴、伽玛巴西、婆摩珠巴、主公珠巴等等这些噶举的祖师，他们甚至见到了佛陀。쟤네다 공기 사회 남달 디나로래야 급디 뒤상계 년배 군들이야 람네 남배 급라。所以前面密传当中就提到在为这个身相开光的时候，第八世法王还有很多当时的这些修行者们就见到了很多静观，像是见到杜松前巴、伽玛巴西、婆摩珠巴、珠巴等等噶举祖师，还有佛陀、圣勒父母尊、马哈嘎拉护法等等这些本尊，还有也见到了桑杰念巴等等。所以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在念的我们在念诵四座上师相应法，然后同时在做这个当中的很多观想的内容我觉得应该就是来自于当时他们的这些静观，就是把当时他们的这些静观加到了这个相应法的内容当中的。那么楚布寺的这老一辈的僧人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说这尊身像它就是桑杰念巴仁波切他亲自开光的。那么由于他开光的时候呢，那漂浮在空中有7天之久，所以就称为叫虚空尊。但是呢，事实上在
就时间上来看哦，就是在身上塑造开光的时候，桑吉涅巴其实是已经圆寂了。所以应该这尊佛像、这尊身像并不是由桑吉涅巴他亲自开光的。至于说这个漂浮在虚空中7日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在一些这些文献当中目前也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开光的时候啊，这个的确方米智多杰也好，或者是当时的很多禅修者也好，成就者们也好，都出生了很多的殊胜的觉受跟征兆。这在刚刚提到的密传当中就已经都说过了。总之呢，这尊虚空尊呢，帕纳玛这个桑吉涅巴的身像是非常重要的，是噶千大营可以说对外展示的4个主要的所依之一那么当时无论说生者亡者，只要是放在这个他们的头边头上就能令其不堕入恶道。那么1959年之前这尊身像是一直被供奉在这个楚布寺的寝室当中。当时的寝室可以说寝宫寝室是有很多间的其中一个叫法界宫殿就供奉在里面。那总之之后，那因为后来这个法界宫殿被摧毁了，所以总之这个之后呢，就这尊身像又被供奉在这个大殿当中了，再放在一个银质的盒子当中。那在过去楚布寺的传统是就是在如果有一整天这样绕行寺院的农民和牧民这些朝圣者当中他们为了往生者或者是生病的人那这里面有施主的话他们为了往生者或者生病的人，施主就会准备2匹马前来，然后向寺院相关的人报告之后，然后接着迎请这个银质的身像虚空尊，然后会由维诺师迎请这个银质身像，然后这个身像连同这个还有这个盒子宝盒衣放置在一个绸缎布上。2匹马是因为前面是有这个就是说那个拿着香的迎请的人，后面的那匹马上就是有就是迎请的人，同时前方是那个侍请官持香迎请，骑着马等等。然后接着呢，会迎请到这个身像呢，就放到生者或亡者的他的这个可以说头上然后这时呢，接着施主呢，再依照各自的能力做这个供养。接着呢，再念诵4座上师相应法，并让施主呢在这时候做一些祈请。那祈请完之后呢，当天就会将这个身像迎请回寺院。这个身像是不可以离开寺院超过1天的。同样，当时每当楚布寺的这个天葬台或者说坟场有新的这样的遗体送来的时候，那同时呢，会有很多上师跟僧人也被迎请来会有一些佛事那么这时候也会迎请这个银质的身像，那也会念诵上师相应法，然后结束之后就跟前面一样，当天就要回到这个寺院当中。那么在1959年之前呢，这尊身像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59年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呢，它之所以没有被毁掉，是因为寺院当中呢
有一位呢，这个护法殿的可以说香灯师呢，他是这个搞哇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楚布寺出家，那么他就在护法殿里面就是当这个香灯师。他在文革的时候呢，他将很多寺院这些珍贵的这些可以说佛像啊、所衣哦，他都把它藏起来了。那么在80年代，就是在开放之后哦，他又将这些他藏起来的这些所衣啊、圣像又拿出来之后，那后来很多都呈给上一世的主本德谦仁波切看。那当时呢，仁波切非常非常的高兴。后来呢，还给予他这个主任的这样一个头衔。那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蛮高的一个头衔，一个主任，可以说总管寺院的这样一个头衔。所以后来寺院呢都称他为叫做主任罗卓。我以前在楚布寺的时候呢，平常都常常碰面的。那他呢总是跟我说很多过去楚布寺的一些历史啊，还有在文革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把这些佛像啊、经典等等藏起来。我很喜欢听他讲这些故事的。但其实寺院当中啊，还是有些人，不少人是并不很喜欢这位主任罗柱的。但现在想想啊，虽然他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什么专长，但是哦，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他对于佛教上师的虔诚，还有这个三昧耶哦，我相信是有的，是清净的。因为你看到，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文革的时候这样子的，可以说，不顾自己的性命哦，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因为如果被发现的话，他可能就没命的。所以光是他有心要这么去做，就代表说他是有这样子的虔诚的。因为那段期间真的很多人都疯了的，真的是很多是跟着去毁坏这个寺院的，甚至还去这样子一起起哄啊，还去抢着当第一个毁寺院，每个人都可以说都是变成那个样子，但他是在这样子的。那总之前面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桑杰拈巴的银质塑像圣像。所以未来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楚布寺的时候，朝圣的时候，那以前是在楚布寺大殿当中，现在不知道是在哪里。所以如果到大殿的时候，跟大殿的香灯师说，请要得到这尊圣像的加持的话，香灯师他们会把这个圣像请出来，拿着这个宝盒呢放在你的头上加持的。但是你要会说，就是你要懂得跟他们讲，不然就只是绕一绕，就也不知道这个圣像的话，也就不知道有这尊圣像。接着我想讲一下，就是四座上师相应法。那因为主要是前面我们提到了，在为桑杰拈巴这个身像塑像银质身像开光的时候，提到说，是要桑杰拈巴就是他现身的时候，就告诉米居多就是说要念诵上师成就法，或者说上师相应法的这些祈请文嘛，就是要念上师相应法。所以这里我想简略的说一下，这个可以说我们平时冈仓噶举平时最重要的，我们也都会念诵的，就是这个四座上师相应法。那当然不会讲到里面太详细的内容哦，但是还是要简单的讲一下哦。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什么叫四座
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蔡巴嘎举的创始人呢，祥蔡巴，那就是我们说四大八小。那当然谈到这样的一个用词哦，就是有大跟小的一个分别哦，好像又不太好。但是如果又不用这样子这一段词，这个用词呢，好像因为这是已经是大家习惯的一个用词哦。但总之，这里提到就是说蔡巴嘎举创始人祥蔡巴，或者说他也称为叫祥玉扎巴，他有一部教言叫做四座修持，这里面就提到修持者。这样一个传承没有间断的一个禅修者的一个行持是什么呢？就是上下午各2个时段，还有傍晚和黎明，这样有4座。也就是说，将一天当中呢分成4个时段，就是早晨、下午、傍晚还有黎明。那么由于这个上师相应法是要在这4个时段都要做修持的，所以就称为叫4座上师相应法。那么这部上师相应法的缘起那么依据噶玛恰美的4座上师相应法观修次第当中就提到，教云根师米觉多杰尊本质极真观世音菩萨，然后莲师8相降上师8尊，历代8世法王皆一体，故由降师封印教言中汲取要义，且稍行增补，米觉多杰传此4座法，有这样一段的颂文。这段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在降喇嘛就是教言集，那降喇嘛就是刚刚谈到的蔡巴嘎举的这个创始人，所以这位降蔡巴他的教言集当中就有一个一函叫做封印教言。所以说这个4座上师相应法呢，最主要就是汲取了这个降喇嘛教言集的封印教言中的一些颂文，然后米觉多杰再稍微加入了一些补充，而形成的这样一个祈请文。那我觉得恰美人界的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当然最主要是从这个研究上来讲的确从他这样的说法是没错的因为在访问米觉多杰他的教言集中有一篇名为叫各类上师成就祈请文，就是各类上师相应法其中呢就有4座上师相应法的这个内容，这篇祈请文当中的从开始的南无咕噜自身顶上本质空行母，一直到唯愿得成如耳护主这样的内容，并且呢在这个跋文当中呢还清楚地说明了哪些内容呢是汲取自这个降蔡巴，就是降喇嘛的他的这个封印教言。所以我觉得呢，这部降喇嘛的4座上师相应，它就是4座上师相应法的基础。然后当然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法王米觉多杰他其他的教言，然后还有法王其他一些大成就者弟子们的一些教言，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4座上师相应法。那么这里就提到了这个降喇嘛教言集中的封印教言是怎么样一部教言呢？它是出自于降蔡巴这位大师教言集当中的一函，那么或者说一卷一函，那当中分为了98个章节。另外呢，在访问米觉多杰教言集当中呢，还有一篇叫做众生护主降忍不切为大成就者桑杰拈巴于梦中加持之与神变。
这样一篇哦。那么它是有48页，它不是48面哦，就是它有48章哦，48页的这种贝叶经的，就是藏纸的那种贝叶经的。它这一卷呢，它总共有48页这样子，48章。那这就是法王密支多杰的根本上师，就是桑杰拈巴。他28岁的时候，就是在藏历龙年啊，就是西元1472年，他在7月8日的晚上啊，他做了一个很清晰殊胜的梦，他梦见了祥喇嘛、杜宋前巴等等上师哦，他因此就写成的这样的一部上师相应法。那最主要这个祈请文呢，它包含了3个内容，一个是着火本质于切，就是为大乐金刚，就是大乐金刚灌顶的着火本质于切。第二是大空金刚灌顶的现起光明身的于切，还有牵制双运金刚大手印的于切。总之有3种于切相关的这样一个殊胜上师相应法。所以大概是桑杰拈巴仁波切他说，桑杰拈巴说，然后是法王密支多杰当时他记载的、写下来、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封印教言哦，就叫嘎伽玛，就是一种封印的一个教言。但是呢，在贤者喜宴还有一个叫古扎历史源流当中呢，有这样一段话哦。由于见到这个莲师八相、降师八身，还有八世噶玛巴的无别，因此写下这个成就法封印教言。所以就好像这里从这段话就说来看，好像有那么一部这个封印教言是由法王密支多杰他所写的。但是呢，在法王密支多杰教言目录中看到哦，就是第5世夏玛巴所撰写的这个目录集也好，从这个目录集是法王第5世夏玛编撰的这个目录也好，或者我们现在从布达拉宫哲蚌寺能够找到的密支多杰的教言集也好，除了这一部众生护主向仁波切为他成就者桑杰拈巴于梦中加持之与神变之外，另外并没有另外一部封印教言上师相应法。所以呢，贤者喜宴还有古扎历史源流说有一个密支多杰所写的封印教言，可能指的就是桑杰拈巴他进观见到了像喇嘛等等啊，杜宋前巴等等，然后说出来之后由密支多杰所记录下来的，就前面提到的那一部，并不是密支多杰他自己所写的。总之呢，在法王密支多杰的目录，就是夏玛贡秀言拉所撰写的这个目录当中，总之这部分就先不多说，大概是这样子哦。总之呢，其他不多说。总之呢，就是在这个封印教言当中呢，引用了这个桑杰拈巴的一段话，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想要修持成就我，由于想仁波切和我丝毫没有差别哦，那么快速得到
二者果位的成就法，即是。有这样一段文字，就是如果想要修持成就我的上师相应法，那因为我和降仁波切就降喇嘛是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是降仁波切的上师相应法就等于是我的上师相应法等等。所以从这样一段话来推测，就是在为桑杰尼玛仁波切那个身上开光的时候所念诵的，应该就是降喇嘛的他的上师相应法。但是呢，到底现在的我们的四座上师相应法呢，是这个法王米支多杰由桑杰尼玛说下来，他记录下来的那个封印上师相应法，到底是那一部呢，还是由另外一部这个封印教言？因为一个上师相应法封印教言是桑杰尼玛说，然后是由米支多杰所记录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依据了降喇嘛的封印教言上做了增补，然后由法王米支多杰做了增补而编写的封印教言。总之有两个，那到底是哪一个还不确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四座相应法到底依据的是哪一个还不确定。所以总之我们现在在念诵四座相应法这么完整的内容，当时有没有这还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因为呢，就像前面提到过，法王米支多杰教言中的那一篇叫各类上师成就契经文各类上师相应法呢，现在的四座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加上了法王米支多的一些其他教言总之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所以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可能我要这样就是投影出来，大家会比较清楚我在说什么。就说就现在的四座上师相应法到底哪一些内容是出自哪里这里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所以首先最开始有一个玛纳姆卡，就是一切如母众生，那只是一个传统而加进去的，那本身四座上师相应法里面是没有的。伽玛恰灭在注解当中呢也有提到，就是这是一个传统，所以才放进去。原本四座上师相应法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四座上师相应法它的开头本身是什么？就是从南无咕噜自身顶上本知空行母开始，那一直到此际即无由衷其警示，这样一段内容呢，在这个各类上师成就契经文当中是有的，这是法王米支多杰的那个教言集当中这一篇文章是有的。接着以显而空虚空而显到上师之意次加持，还有呢古入忍那降临时到平息怨敌尽无余，这两段内容都是属于降喇嘛的这个封印教言的这个上师相应法，这个口诀传承的这样一个契经文。那怎么样可以知道是出自那里的呢？因为在当中呢就有很清楚的有注解的写到是这样子的。另外是从这个降封印教言函当中有一个章节叫做封印教言的灌顶加持跟修持，当中呢就有上面的这几段契经文，但是呢句子的顺序呢是有些不同的。还有呢比如说身口意的祈请也是分别的，但一般来说我们身口意的祈请是一起做，向身口意做祈请的。
但是呢，在降封印教言当中呢，它对于身口意是分别做提醒的，还有引请，还有加持的，而在文字是更为详细的。然后最后呢，还有什么呢？像贝玛贝扎、德钦多杰、错节多杰、西当多杰、若贝多杰、高维多杰、德瓦千波多杰等等，降喇嘛这7个秘密名号的这个祈请文。那这7个秘密的降喇嘛的名号呢？这就是他的7个秘密名号的祈请文。那另外这个祈请文还有一个名称呢，它也叫做七秘密或者是叫7圣地祈请文。那因为呢，最主要这个降喇嘛主要在7个秘密的圣地修持，也是在雅隆、中普、桑耶乌泽、桑玉、门东、中吉、中普、吉空等等的这样7个地方等地，他做这样的修持，在那边做了许多的示现。所以这个祈请文内容就是配合了这些他在不同圣地做了什么样的示现的这样的一些祈请文。所以呢，这个祈请文除了有他7个名号之外，也有提到说他在哪些圣地的该说祈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叫做7圣地祈请文。那米觉多杰教言记当中呢，也有提到这段7秘密名号的祈请文。那么当中呢，称之为降封印教言之传承祈请文。那么据说呢，这首祈请文呢，是当降喇嘛他当生得到殊胜成就的时候，由外在的28星宿、内在的28自在母，还有和秘密的28空行母，他所做的这样一个，可以说一个赞文，就说这些所有的这些空行母，这些自在母、空行母，他们所唱诵出来的一个赞歌。所以在一些教言集当中就提到4座上师相应法，它就是空行母所唱诵出来的赞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像是这里谈到降喇嘛他成就时候，也有这么多的空行母对他所做的赞歌是一样的。所以恰美仁波切还有当时巴乌仁波切都有提到一个名称叫降喇嘛，或者说降师的8身，或者叫降师8尊。那到底降师8尊啊，莲师8相啊，到底是哪几尊莲师8相8尊我们大家都知道，但降师8尊到底是哪8位，很多人是不清楚，我以前也不太清楚但这里我就找到了，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不然我们平常总是说降师8尊啊，还有8代伽玛巴的本质是一样的，但请问降师8尊是哪8个？我说不出来的话，那就很不好意思了。那所以呢，降喇嘛的8尊，降师8尊指的就是降喇嘛，可以说他有8个不同的名号，也就是降贝玛班扎、德坚多杰，这都可以加个降，然后降德坚多杰、降错吉多杰、降米觉多杰，然后血糖多杰、若贝多杰、高维多杰和降德瓦多杰等等。或者就是第一个贝玛班扎前面会加降，还有最后一个德瓦多杰会加降，中间是没有加降的。然后呢，观想的时候怎么观想呢？这样的降师8尊呢，他们穿着是怎么样的呢？依据降喇嘛他的封印教言当中是说呢，当中有一个门多马上师总灌顶的一个章节这里面提到
要观想，这每八尊身相是差不多的，但是呢，都穿戴着什么呢？也都穿戴着什么呢？白色的骨饰，也就骨头还发出的这个骨头碰触的这样的声音，就碰触的时候，骨头会发出那种白骨的那个声音，砰砰砰，咕噜咕噜这种声音哦。那么在依据法王米支多杰教言集他的上师成就封印教言当中的提到的是说呢，要观想呢，这样上师八尊穿着的是转轮王的服饰，然后手持金刚铃杵，所以有2种不同的观想。接着呢，历代八世法王就是指度诵前八道米支多杰。那接着降师八尊和八代伽玛巴的对应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伽玛巴教言集当中，降封印教言传承集锦文注解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德瓦钦布多杰对应的是度诵前八，降贝玛边扎对应的是伽玛巴西，德贤多杰对应让中多杰，错杰多杰是缺照加错，米支多杰就是比丘缺住桑波，就是米支多杰。在血当多杰呢，就是德辛谢巴。若贝多杰就是通话顿点，然后高位多杰呢是对应到若贝多杰。那么再来这个，所以这就是伽玛，这就是历代八世伽玛巴，所以八代伽玛巴就是这8个，所以并不是随便对应的。那至于莲师八变或者说莲师八相，这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这就不多说。但是至于莲师八相要怎么跟这个降师八尊对应，这就没有很清楚的说明，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各位说。如果以后找到记载的话，再跟各位说。那接着再跟各位讲一下，就是4座里面的。其中呢，绿色智慧空行现虚空这一段内容，等等这些空行的除障这样的这一段文字，这个在法王米支多杰教言集当中呢是没有看到的。再来，遍满虚空不变不变金刚啊，这样的4字的内容呢，这段颂文在教言集当中也找不到。再来就是净妙尊胜4身自在，一直到伽玛巴千诺念诵啊，这个是出自于各类上师成就集锦文的。再来大悲总集见之，一直到唯愿得成如尔护主，这里面的内容在各类上师成就集锦文当中是有的，所以是出自那里的。那么接着在各类上师成就集锦文这一段文字之后，接着后面有一段跋文做结语，是说以上要日夜不断的做集锦。以上这样子2段对于法王伽玛巴这集锦文呢，授予徒众。所以就只有这几段在是这样子，然后再接着是为父遍知一切，到忧苦部位时中其垂顾这样的内容。那么虽然不是出自这个米支多杰的上师成就集锦文中但是在法王米支多杰灵心教言当中是有发现的。接着上师仁波切10亿传承者到恒能救护上师这一段的话，它是出自于米支多杰的各类上师成就集锦文，但是和现在的4座上师相应法的顺序有一些出入的。接着是祈请具德圣妙上师到加持升起
稍许之情意。这段文字也没有看到在教研集当中找到，没有看到。接着，由衷意念必定会死亡，到总摄伦尊予以恒摄受，有3个颂文。虽然在教研集当中没有发现这些颂文哦，但是在这个司徒边谦他所编辑的《冈仓法行集》当中是提到了这3个颂文是法王密支多杰所写的。接着，道之精髓前进大手印，一直到祈愿生生世世永不离，具得桑杰年巴父子尊。这是出自法王密支多杰的教研集，一个叫《道歌成就法》。接着是一个就是祈请无比达波嘎举道，祈请令得无惧大位之雄力法尊这样一段内容啊。那大部分是出自于法王密支多杰的一部叫《灵心教言》这个当中。但是其中因为有提到很多上师的名号嘛，就是上师传承的祈请文，那这就是每一世法王的时候，又在当时那个时候在做的一些增补的上师的名称。所以除了那些后面几代的法王的那些加上去的内容之外啊，其他都是法王密支多杰所写的。接着，祈愿一切牲畜所生生，到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有3个颂文。那这是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都很普遍的一个祈请文，就不只是噶举哦，萨迦、宁玛、格鲁都大家很普遍的一个祈请文。但至于这3个颂文是哪一位上师所写的，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总结来说呢，上面就是总之上面呢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比对哦，就是主要的原因哦，是因为司徒边钦的弟子叫内戈瓦卡玛显偏加措，他写了一个叫《冈仓六师徒传》，这里面就有提到这么一段话哦，他说，尤其是法王密支多杰撰写的这部4座上师相应法，是极为殊胜的上师相应法，因为呢，他在桑布扎序成就金刚阿舍离品提到了相同的观修内容。此文是智慧空行母的秘密赞歌曲哦，祈请文的内容大多是出自自信法王密支多杰的秘密文字，加上法王的大成就弟子们静观中所现出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集合。然后祈请文的最后提到此文的利益，即是令得无惧大位等以优美诗句所呈现的这篇祈请文，加持力较之其他的祈请文更为殊胜。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出自于这个4座上师相应法，有出自序典的内容，也有智慧空行母的秘密歌曲的内容，也有是法王密支多杰所写的内容，又有是他的大成就弟子静观中的内容。所以我以前就想要搞清楚到底哪几段哪一些是谁写的，是出自哪里的。所以所谓的智慧空行母的秘密歌曲，它主要就是大概就是详封印教言的那个祈请文。另外呢，大部分的4座上师法的内容都是出自于法王密支多杰的教言集哦。再来，除此之外，很多的内容呢，大概都是由他的弟子们、大成就们所写的。也有一些说是萨玛昆丘衍拉所写的。所以从内容上来说，是跟桑布扎序这样一个成就金刚阿舍离品里面，它这部序呢，它是甘珠尔桑布扎序它藏语叫做杨达巴
主语句，也可以说叫正式翻译叫清净和序吧。其中的第一品就是阿舍离跟手印加持这样一品。所以这个四座上升相应法的，我们现在念的这里面的内容，可以说观修内容就有出自这个序典的。另外还有刚刚提到详实的封印教言、桑基念巴的静观，还有第八世法王和他弟子的静观。但大部分的内容都出自于法王密支多节这部分都讲过。所以当时我记得在讲解这个第八世就是四座上师相应法的很多这些观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非常的殊胜就大概不是随便的一些观想的确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刚刚提到一些文献当中记载，在为桑基念巴身上坐像开光的时候，就是法王密支多节，还有当时这些他大弟子们升起了很多的静观。那所以那些静观的内容就跟四座上师相应法观想的很多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大概就是把那些观想很多就放进来了，这部分就先不多说。所以可以看到，总之这篇祈请文当中，它有很多这些出自各种不同的内容。尤其四座上师相应法最后有提到说，此乃以有缘足矣而闻名之祈请文，如云即使于投身畜生道之众生耳边朗诵一次，亦能闭塞种种恶道之门。之后于西方极乐净土，至尊多见央经一圣，乘者观世自在，遥身耀眼百光之辈，仅于身躯手背之顷刻，即能接引。所以可以说这部祈请文它的加持力呢是非常的大的，这里就不需要再多说了。那至于祈请文的它的文字它也没有这种过多的这种修辞所以可以说是通俗易懂的，那也很容易就朗朗上口，而且很容易让我们念过之后就自然的会升起信心还有虔诚心。而且这部祈请文无论是你是在修大手印或者那洛六法各种显密的修持是都可以配合这个四座上师相应法，你都可以配合来修的。所以可以说呢，是一部跟其他上师相应法都很不同的这样一部特别的上师相应法。所以这部上师相应法呢，可以说是冈藏噶举修持的一个精髓。在恰美仁波切所写的《四座上师相应法观修次第笔记》当中，我就这么一段话，就提到说：3日3夜上座修此文，特有祈请法会之传统。傍晚、半夜、凌晨等3次，罗想纠察绕行于营地，巡视所有个别之营帐，处罚彼等不送瞌睡者。此即冈藏噶举主修持，最主要的一个修持。所以当时就有提到仰日瓦、苏日瓦跟鸠扎瓦这3种禅修者。当时楚布寺在的时候，他们大概也没念过太多书吧，所以当时呢就问他们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之后随着仰日瓦、苏日瓦、鸠扎瓦之前课程中大概有讲到过，就是说
这是第10世法王觉因朵戒的上半身。当时噶千大营中就有仰日瓦、苏日瓦跟鸠扎瓦这样3种最主要的禅修者，那么就是修持大手印、那律6法的这样的禅修者。当然另外还有噶千里面大营当中还有禅修院的其他的行者。总之他们呢会3日3夜当中呢都会修4座法，然后在这4座法当中会特别一起修持这部4座上师相应法，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傍晚，还有在半夜，然后是黎明，也就是凌晨的时候会敲锣，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就要起来。之前课程有提到过，大部分他们这些禅修者，他们本来就不会睡倒下去哦，大都是坐着的，而且同时他们的腰带也不会解开哦，所以随时敲了锣之后，他们就会醒来。接着这时候纠察师呢就会绕行这个大营，然后巡视这些所有的这个叫做这些有些单独帐篷，就是单独的禅修的这种营帐，单独的禅修的帐篷，然后一个一个打开看，然后看看里面这些单独禅修的行者，他们有没有打瞌睡，他们会去这样巡视。那如果他们打瞌睡没有念诵的话，那就会惩罚他们。那这里我们看惩罚，那过去是不是会拿棍子打他们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呢，在法王米支多杰的或者7世法王、8世法王、9世法王的时候，从他们的这些就是清规大营清规里面，完全没有看到惩罚，就是说用棍子打的这种惩罚。通常这种惩罚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去大礼拜，或者要他们多念这个叫冬夏35佛忏悔文等等，而不是说什么给他个什么50大板哦，这种历史剧里面看到的这种世间的那种大50大板什么这种惩罚，不是的。所以，但其实真的，你去看历代法王他们的这种叫很多可以说清规吧，就是这些戒律清规里面哦，这些文献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什么用棍杖，就是这样的惩罚。所以这里提到说予以惩罚，打瞌睡的要惩罚，不是用棍子打，不是的。接着在第16世法王啊，那刚刚的是第10世法王。上半身，那为什么这里提到上半身？因为10世法王之后，整个这个噶举教派就开始式微了嘛。接着就第16世法王的时候，当时在楚布寺傍晚，就是吃完晚上晚饭之后，然后在护法殿就会敲总是一个锣，一个小锣，叫做一座法的锣，一个小锣。那这时候呢，寺院当中的比较就是年长的资深的僧人呢，那么就要回到他的僧舍当中呢，就要开始去修那一座法，无论是禅修也好，或者做课诵也好。同时呢，也有这个叫果拉瓦，就是像门卫吧，就他们会要开门的呀，负责守卫的人。这时候他们就会把大门关上，这时候就禁止一切的走动，内外一切的走动。然后呢，再一个传统呢，就是这时候的门卫还有香灯师，他们就也会一起在寺院呢各个地方呢去巡视，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好好的禅修啊，做这一做法呀，然后课诵等等。那我想这个也是延续过去就是噶玛噶千大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这样一个4座上师相应法，要4座当中做修持的这样一个传统吧。
因为过去噶千大营就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但后来呢，现在这个传统也没了。但后来我祈愿法会在印度的时候一直呼吁，告诉大家说四座上师相应法很重要，大家要念。那不只是对出家人来说很重要，而且对于在家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得到了灌顶嘛，大家甚至大家都得到几百几千个灌顶吧。因为得了灌顶之后，其实你都会有许多的承诺，因为我们不就是得灌顶就好，因为得灌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得到能够修这个密法的一个允许。那当然得到允许之后得灌顶，是不是真的得到了灌顶的这个叫做本质那另当别论。但一般来说得灌顶就是为了得到允许，可以修持密法，所以你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可以修持的人。那既然已经得到了这样允许，那如果不修的话，那也是不对的。但是得了那么多灌顶，你又不可能全部都念嘛。所以呢，过去的以前的一些老僧吧，资深的那些僧众他们喇嘛他们念的可多了，从一早就开始念了。因为得了很多灌顶嘛，他们就要每一个都要念，就要念3-4个小时。但我觉得那现在来讲也不太容易了，因为现在大家时间也很忙吧，也不太可能把所有你得过灌顶的本尊全部都要念。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修持我们根本上师的这样的一个上师相应法。因为根本上师他可以说就是总集了一切本尊的这样一个上师，所以如果修持这样一个上师相应法的话，那等于就是代表了过去接受灌顶承诺说要修每一个本尊你就等于算是做到了。像格鲁派里面也有修这个6座的上师相应法，那在冈桑噶举里面来讲，4座上师相应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像前面说过了，那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特殊性，但说再多也没用，如果不修也没用，只是对于别人吹嘘的话，这也没用所以一定要修持。好，所以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了。